真正飞来飞去的风吹，亲像鸟仔快乐随风自由飞。你有心肝，有心计，上惊有一天无小心爬过山。看着你飞过一山又一山，看着你飞过一岭又一岭。有一天你会看遍这个花花世界，敢是你藏在心内的愿望？谢志豪的歌其实听起来好听，但是你若要唱足歹唱的，迄爱有真正的迄功力，不管伊后尾有写好任何艺人吼，你拢会发觉遐拢是会摕伊的歌，拢是真够唱歌的哦，像讲江蕙啦，也是黄飞啦，也是萧煌奇，因就是唱歌啊，还有黄乙玲，因唱歌嘛拢是真厉害的，但是嘛，谢志豪嘛真厉害，伊写歌写伫每一种风格，拢为迄个人量身定做，而且佫较厉害的是，伊词甲曲，拢是伊家己写的，我感觉伊是一个现代的迄个诗人，就是伊写歌敢若咧写诗，而且我感觉伊的个性内底有一点仔修行者，我会为伊的歌内底听到伊的善良，听到伊的温柔，听到伊的感情是真澎湃，伊对这个世间，对这个世事看的拢是真正面。连包括伊家己伊追求的很极致的，所有不管是听觉、视觉，还是讲伊家己咧写歌，我感觉这拢会表现出伊的心内，就是很精细我感觉，反正伊就是一个对我来讲啦，就是一个真会晓享受人生的一个创作者。Hello， 谢志豪，你真无意思哦，拢无个带我去啉咖啡、食冰淇淋。咱已经足久拢无看吼。我知影你即马咧耍黑胶唱片，个玩顶级的迄音响，所以我希望有一天，希望较早吼，咱会使搁做阵聊天讲音乐，搁去听你的黑胶唱片。还有你的顶级音响。风的时阵，你写一张被，把心内的话讲出，予我知。内面有你的笑容，有你的目屎，也有你纯情的爱。有风的时阵，你牵一条线。点点甲另外迄边交予我，看着你就袂孤单，我的心情你知影，风吹来一阵一阵的运命。
你是真正飞来飞去的风吹，亲像叫我快乐随风自由飞。你有时寒，有时热，上惊有一天无小心爬过山。看着你飞过一山又一山，看着你飞过一岭又一岭。有一天你会看遍这个花花世界，敢是你藏伫心内的愿望？有风的时阵，你牵一条线，点点甲冷汗迄边交予我。看着你就袂孤单，我的心情你知影。风吹来一阵一阵的运命，你是真正飞来飞去的风吹。亲像鸟仔快乐随风自由飞，你有时寒，有时热，上惊有一天无小心爬断山。看着你飞过一山又一山，看着你飞过一岭又一岭。有一天你会看遍这个花花世界，敢是你藏伫心内的愿望？有一天你会看遍这个花花世界，敢是你藏伫心内的愿望？有的人咧讲，这位作词作曲家是江蕙，天后专用的作词作曲家。国政今日要讲另外一个角度，江蕙迄秘书嘛是敢若亲像伊专用的歌手共款，咱紧来欢迎台语歌、情歌、人生的路途的歌，作词作曲，互咱真幸福的谢志豪老师。老师欢迎。国珍老师你好，我是谢志豪。有影你写歌吼嘛无几个歌手唱。江蕙二姐秘书嘛，敢若换一个角度，就是咱专用的歌手啊。谢谢。啊，风吹的愿望，这嘛是伊甲江淑娜吼，淑娜姐头一摆合唱，因为讲是头一条台语歌咁。是。什么款的缘分？这首歌伫我的创作生命，写歌的这个生涯里面是真重要的一首歌。安怎讲呢？这首歌是伫我大学毕业的时阵，我读文化大学是主修笛子，我是国乐系，毕业的时阵，我就一心想要入唱片公司做创作，对，跟随制作人开始，在录音室里面工作。那在一个机缘之下，我听到一个日本的迄个钢琴演奏家在弹一首我听起来真感动的一首钢琴的 solo 的曲。那我听完了后，我就点点换我坐伫钢琴面顶，迄个画面在我脑海中一直浮现。然后我双手一弹，
很自然的就风吹远茫的 melody 就出来啊。我甲这句写完的时阵，我全身起鸡皮疙瘩。吼、这是这首歌《风吹远茫》，其实一开始伊是国语歌，我先写一个国语的歌词。知影二姐将会在收歌，我就讲，这个 melody 这个旋律我很喜欢，是不是来写台语试看吧呢？尾啊，二姐在收歌的时候，这首歌要被送去伊的唱片公司互伊听。我家己差不多，我想起来差不多嘛是有2年外的时间伫拖底，但是我对这条歌的这个伊的迄个悠扬的感觉，甲我写这个歌词《风吹的远茫》，这个歌词的意境，其实伊是我这个创作生命内底，我想要对的一个梦。所以到最后，这个发行的时阵，为什么变做江蕙江淑娜两姐妹对唱曲？这嘛是要感谢陈总老师，因为当初陈老师是江蕙二姐制作人，伊听到这首《风吹远茫》的时阵，伊感觉足适合的，真适合因姐妹首次对唱。那其实我是到最后发行的时阵，我才知影讲。这条歌变做因的姐妹首唱曲，尾啊，搁入围金曲奖最佳作词作曲。我说你敢知影？迄感动对我来讲，一个刚要进入唱片圈创作圈的年轻人来讲，迄款冲击甲刺激是足大足大的歌咧，非常大。迄是真罕得讲吼，人安尼共一条歌，听好入围2项。对，江蕙二姐在转型的时阵是对。红线迄个专辑开始，比较适合年轻一辈的来听，而且那个规个台语歌的深度嘛加真强。迄阵我听着嘛足震撼的，讲即摆市面上江蕙二姐开始唱这款歌，安尼是不是咱少年的机会来啊？对，少年的创作者迄个机会要来了，所以我都很积极的在台语这边耕耘。不过我有看到吼。有几落块 CD 是华语歌，嘛拢真红的歌手，像刘德华，你嘛有甲写歌，对迄敢是你讲足用心咧耕耘台语，迄敢是原来有一站时间你华语原来参加袂少？因为我毕业了后，大学毕业了后，有一段时间伫一个美国伫台湾设的分公司叫做 Peer Music， 伊是一个词曲版权经纪公司，伊和香港迄边嘛拢有连线嘛。就发消息过来讲，刘德华在邀歌，我唱的 demo， 有当时国语歌落好，因为我是迄条就腻了，腻了，然后就是嘛是我用吉他，用吉他弹几下个简单的和弦，就下传。这首写好迄 Andy 刘德华这首歌嘛是无心插柳。迄是嘛是我家己的一个看一个日剧之后的心境去写出来。写国语歌，是因为邀歌的关系，我才可以尝试。台语歌拢是从对生活出发。我蛮喜欢的是在亲情的主题去下功夫，因为迄产生的共鸣会更较大。拄我讲转来风吹远茫。为什么坐伫钢琴面顶，迄 melody 就自然就单音就一定弹出来，而且遐适合，非常适合，甲台语的歌词填入去。我尾仔想，因为我有国乐五声音阶，工商角之语，五声的旋律足适合写台语歌的。这条《风吹远茫》嘛是五声，我写足济台语歌其实拢是五声音阶去写出来。我嘛因为我主修是笛子嘛，偏啊，笛子它是单音的旋律乐曲，所以我在吹的时候，其实 melody 在我心里面一是足主人都会捞出来啊，它就会很自然的流露出来。那我先用笛子吹，是不是很好听？
再来想说用唱的，像我写好二姐迄首头的，阮叫你头的，你留予阮是咱一个家，你会感觉讲哇，这个歌词甲 melody 非常的 match， 娓娓道来。对。人讲成家了后才来理业，一个人打拼也有十外重，感情路上跋几空，头路事业爬几层，来问家己要欠倒一项。将来有啥物无同款？感觉若顶通等，意志远远是一声，手指慢慢到我半世人。一支香，有一家花的平安，一阵香，随一蕊花来相送。你来呀，阮的手点点交予伊来牵，柴米油盐，一路风雨两人行。有迷茫，就毋惊过去暗淡；有承担，就毋免一日操烦。爸母啊，请放心慢慢将阮手来放，恁的毋甘，阮会偷偷摕来藏。将来有啥物无同款？感觉若定通等，意志远远是一声，手指慢慢到我半世人。一支香，有一家花的平安，一阵香，随一蕊花来相送。你来呀，阮的手点点交予伊来牵，柴米油盐，一路风雨袂惊赢。有迷茫，就毋惊过去暗淡；有承担，就毋免一日操烦。爸母啊，请放心慢慢将阮手来放，恁的毋甘，阮会偷偷摕来藏。爸母啊，请放心慢慢将阮手来放，恁的毋甘，阮会偷偷摕来藏。亲情的歌，你写足济，是无论讲头的，也是花拍。哦，你写爸爸妈妈，甚至讲翁仔某中间的感情，嗰种就想要请教老师。细汉的时阵，爸爸妈妈对你学音乐敢有支持？
阮厝是开洗衣店、洗衣店，吼。细汉的时阵，阮爸爸在挖衫的时阵，一定边仔拢有垃圾哦，吼，拢在听老歌，听日本歌，而且 melody 主人，吼，对入我的心嘛，吼，伊爱对咧唱的歌，拢会入我的心。啊，伫个我会记得是初中2年的时阵，加入迄个学校迄个社团嘛，啊，阮爸爸就送我一支横笛，那个是开启我走上音乐创作这条路很重要的一个开端。为什么咧？因为我爱本片啊，爱到高中读袂落去，吼，啊，就休学，伫斗六的正兴中学嘛，好，我是正兴中学，啊，高一就是休学去准备要去考艺专，考入艺专迄5年，虽然是主修笛子，但是我拢在写歌创作，啊，我的目标就是。我想要写一首主打歌，互我佮意的歌手来唱。这是我写伫我家己的备忘录内底一个，等于讲少年的时阵人生的目标。哦，啊，迄阵想足济，想讲哦，迄伫唱片公司做助理的时阵，人做迄 demo 拢有够好听的。啊，反正安尼凊彩弹弹，凊彩唱唱，歌手可能听2句就卡歌啊。吼，迄一届的。比歌拢非常的严格，而且竞争足强的啊！啊，所以讲，迄阵就甲朋友、甲同学研究，讲要买啥物乐器啊，吼，买啥物录音机啊，迄种4轨录音机，吼，迄个年代，尾仔想想诶，有一天，迄个我唱片公司，毋是唱片公司，是迄个版权经纪公司内面的作者。哦，其实这个作者足有名诶，迄阵伊的 demo 嘛，互我足感动诶。伊是郭子，写阿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郭子。我有去听到郭子足济主打歌的 demo， 迄互我的刺激足大足大。伊嘛是一个钢琴尔，没有把它做得很丰富啊。为什么歌手听到都会选到？这是。对我来讲是足大的刺激，我感觉这是要走创作这条路的小朋友或是年轻人，好，莫去注意讲伊发行迄个物件，迄个完成比是啥，你要去听他这首歌背后的精神，伊后边的精神其实拢伫伊的 demo 面顶，你要去了解讲为什么这个作者伫迄个 moment， 伊有法度把这个灵光变成文字，变成旋律。然后组合起来之后呢，歌手听到，伊讲哇，这条歌无唱，太可惜啊！转来听我家己的歌，那也这么的弱，哦，自己觉得很好听，后来才知道那是自爽，哦，自嗨，好，袂使，无法度，因为当时伫唱片公司有几个助理啊，拢在讨论，咱。伫遮做助理安尼吼，一个月领2万外的薪水吼，咱是要做到当时啊！吼，你若拢无作品的话，吼，做助理的时阵，其实是听到足侪 demo， 迄阵也是录音带，毋是即摆MP3足方便的。啊，阮助理有当时要买经历嘛，吼，会整理。有一个机缘呐，我去听到李正凡老师的 demo。李正凡老师，其实在我的创作生命，他是我拢讲伊是我的恩师。我对做李正凡老师的助理3年嘛，好，这3年中间，迄个震撼其实搁较大。啊，咱即摆先讲转来郭子老师的迄个 demo 互我的震撼，就是讲伊咧唱，其实我听起来就知影讲，这条送过这个歌手听到，伊一定会用，因为伊迄口吻。太行嘞，像我在听潘学庆老师的 demo 嘛是啊，一笑足侪人，张学友也好哈，还是那个承认迄条歌，哦，足好听的。伊承认迄条歌，我印象中我有听过伊的 demo， 一听短信小琪来唱啊，就是他来诠释啊。
啊，像潘老师他写给二姐江蕙的歌的 demo， 我拢会分享嘛，吼，当初拢会分享。写好的时阵，先互边仔朋友听，吼，迄个感觉足好诶，迄互相刺激求进步，吼，啊，转来会感觉共款这个时期，歌手在邀歌，啊，为什么你这条歌会互歌手采用，会让制作人采用？我的却被退稿了，那从中去学习，我就是从中去不断的这种学习，所以我下面跟潘协信老师会有一个交集。我是刚刚讲，迄个时代，迄时阵，吼，听到一下出来，拄好下出来，热腾腾的原创的歌的时阵，迄款刺激是足大的。啊，过程中，吼，我在上班的时阵听到郭子老师的 demo， 个上大的刺激，要是讲，就是讲是李正凡老师，迄毋是听到录好的 demo， 迄是伫现场听到伊在写歌，迄是真正有够刺激的。我在旁边帮他，可能买烟啊，泡咖啡啊，但是他在创作的时阵，其实一马不排斥我在旁边，比如说他曾经写给小燕子一条，赵薇一条有一个姑娘，琼瑶先写好那个歌词，传真过来，迄阵要是传真哦，传真过来，一看到，开始，伊讲我用志豪你听我这前奏安那，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哇，我讲这稳重的嘛，跳到前奏那个有一个姑娘就已经从那个宫殿里面这样走出来了，那个画面非常强烈，就李正凡就厉害的就是他从旋律音符里面去营造那个画面感，这就是咱学写歌最需要的一个部分。李老师在创作的时阵，我在边啊，所以那种创作的养分是自然而然会进到我的身体里面。当我下次再写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是李老师来写，会不会是这样子？他会不会用这款角度来切入？写歌切入的角度最重要的，你角度唔对，方向就规个唔对去啊。有当时唱片公司讲，我即摆的 reference， 伊的参考，哇一堆，我要唱迄个歌手唱的迄条做迄条歌，我的企划方向要安尼。到上尾啊，因听到一条足强的歌，遐拢袂记得啊。所以说，为什么说创作人真的很孤独，也很丰富。有人通
风吹愿望了后，二姐会当讲是采用你足一条歌，而且拢摕来拍。啊，讲来甲讲老师，当时要嫁这条歌吼，这真正袂输，敢若就是你讲的讲啊，我替江蕙考虑的，但是我嘛伫即中间听到有你的写歌的用心，是有你的写歌的灵感，佮有你迄个口气。迄当阵又阁是安怎样这条歌会写出来？当初这个歌名我是甲伊合作去今年几岁，因为第一句的副歌是你是问我今年几岁，第二句则是你问我当时要嫁。今年几岁这个歌名其实我足介意的，啊，制作人陈松老师伊其实嘛讲好听，尾啊二姐听到，伊讲敢会使卖今年几岁，啊无当时要嫁好无？吼，就是他的 email 的回复是这样子啊。我说当然好啊，我是想讲站在一个比较女性的角度嘛，啊，鸿蒙今年几岁比较以宣传的角度无好宣传，其实是安尼，好啊，当时要给其实很符合，也是在那个时代的单身的女孩子，单身的女性，伊的形象啊，这首歌其实是很有企图心的。想要给二姐唱，好，迄个企图心伫伊邀歌的时阵，我伫前半年就开始准备啊，拄多好，陈松老师甲我讲，我欠一条开门歌，开门歌是啥？第一条主打，第一主打，甚至是同名专辑。如果唱片公司第一时间甲我讲，伊需要开门歌，我相信我绝对写袂出来。所以当时要嫁的时阵，伊歌词嘛是歌词先，歌词先出来，还是有一种感情，永远藏伫心肝底，有一种思念，到老敢会回来找。对，这两句深深的打动了我。当初这首歌当时要给是今年几岁，拢也唔知影歌名，但是这两句已经深植我心了，一伫我的心内一定开始萌芽，到最后幸福啊，因为有恁大家，这根本就是迄个画面我已经看到啊。对，而且唱到最后的时阵，我唱歌。我感觉做很好，是因为恁大家。好，做完这个 demo 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这条那把你歌唱袂，我无法度互伊去唱，因为我当初写这首歌的时阵，我的画面拢是二姐，对，拢是二姐伫舞台面顶唱歌，伊伫录音的时阵。伊拄听到 demo 的时阵，迄个触动，很真情流露的唱出来，那最后拍的 MV 跟我想的画面是差不多，伊细汉走唱的迄个画面融入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搭。老师有足侪作品吼，拢互我感觉很心疼。你像讲二姐以外，对上海千里迢迢来到台湾拍拼。李阿莎，感觉讲你在甲写歌，像讲《南风雨》这个歌，袂输嘛，敢若唱起，阮来到都市拍拼，少年囡仔，无论男男女女，每一个人的心声。那么这首歌是我嘛是大学毕业，伫写完风水愿望了后，伫台北市街头巷弄骑机车，拄无早予伊大雨来。迄阵其实风水愿望也未发表，也还没被采用。那迄阵就是讲，继续留在这个都市，我的人生为什么？我的未来是倒位？心内有一句话就是讲，我的人生为什么？为着争一口气。骑车骑等于到厝，骑等于到租屋的地方，马上打开，就把我刚刚
骑车的时候想到遐个歌词，在琴前面弹出来，当然是零零落落啦，还没组合起来，但是迄个画面都是永远停留伫迄个瞬间。我感觉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写歌是瞬间的艺术，所以我拢一直感觉讲，这个瞬间你一定要把它 catch 住，迄个瞬间的灵感。对所有写歌的人，或者问我讲为什么我写这条歌甲迄条歌的雷同性，感觉是同一个人写的，但是无同款歌手唱起来，迄个故事甲贴合伊的人生是遐尔啊贴合。这就是因为讲我较袂用一寡技巧去写歌，用技巧去写歌足紧。对，嘿，你会使堆叠，你会使拿别的歌的结构，来一样画葫芦。但是迄个雷同性，互人听起来咧，迄个第一时间的刺激感会无够。你会感觉讲好像在哪里听过，那听，你会感觉讲，迄唔是对有写歌有研究的人才有感觉的，一般人其实默默的心里面拢有感觉。啊，就算伊无发觉，伊嘛有感觉。对，我讲一个小故事，写好嘛是共款写好，而且迄条头的，伫迄个家己蓝调调迄张专辑内底，头的，这首歌嘛是对我的生活出发。我有一段时间为着要写歌，伫台北生活，嘛无想要去上班，嘛无想要去乐团，结果咧，我嘛就是我有去一个乐团，但是迄是伫殡仪馆服务的乐团，迄段时间差不多有年外，我的同学伫遐做 leader，对咱俗话说的是说明啦。有一天，我坐伫迄个乐池，迄天恰好五个乐团成员一段琴，我本笛子嘛。然后那一天是一大清早，大概6点多，然后7点开始。我其实我坐伫后壁，无啥看到头前，无啥看到头前伊迄个仪式，但是我瞥到边仔两边的迄个野姜花，对头前，规个迄个厅堂拢是野姜花的味。司仪就讲，咱即摆请夫人来念祭夫文，伊个念出来第一句，我已经分袂落去啊！伊讲我伫厝里，你拢会叫我看的，我拢会叫你头的。哇！我全身起鸡皮疙瘩。我讲那时候我笛子放下，我讲谢谢老天爷，我一定要把这首歌写出来。所以头的是伫迄个画面感是在，我很少分享头的这首歌后壁的故事，因为可能会足侪人感觉不可思议的。你去做戏说明，办法都写歌，但是足真实的呀，非常真实。我写这条歌的后的画面东西，那个我的五感的体验全部是那个野姜花的味道，还有现场迄个香混着那个香的那个的味道，那个味道到现在我听到那首歌都还可以闻得到那个味道。所以说，迄首歌一个动机，就是对遐开始的。这阵风对倒位吹过来，落叶随风飞散，点点云东西。
想要离开一个繁华的都市，经过这几年，我等什么？生活为着现实时常来变化，命运拢听天的安排，长袂线，无依无偎，你我同款的孤单，路我家己行，有风作伴。人讲一枝草啊，一点露，憨人对天公听过，我会聪明也会糊涂，安怎做才会幸福？脚步一步一步，踏出了坚定的路，有勇气莫吐开，着毋惊出外人风雨。脚步一步一步，我的人生为什么为情一口气，无讲出嘴？未来的路，用心行定算艰苦。生活为着现实时常来变化，命运拢听天的安排，长袂线，无依无偎，你我同款的孤单，路我家己行。有风作伴，人讲一枝草啊，一点露，憨人对天公听过，我会聪明也会糊涂，安怎做才会幸福？脚步一步一步，踏出了坚定的路，有勇气莫吐开，着毋惊出外人风雨。脚步一步一步，我的人生为什么为情一口气，无讲出嘴？未来的路，用心行定算艰苦。脚步一步一步，踏出了坚定的路，有勇气莫吐开，着毋惊出外人风雨。脚步一步一步，我的人生为什么为情一口气，莫讲出嘴？未来的路，用心行定算艰苦。后生落尾手南方号写完是安怎样会交去到李阿三的手底，会变做伊主唱？写予伊的第一首歌是《归宿》归宿。尾啊，伊咧邀歌的时阵，我感觉南方号这首我本来是把它定位成由男生来唱，结果伊经纪人甲伊听到，感觉足感动的，很喜欢，啊，阮就开会来讨论讲，阿莎莎来唱无试看觅咧，试音的时阵，用伊的 key 来唱的时阵，嘛真适合，嘛真适合，所以讲，这首歌就是就安尼就变做，伊来诠释。
我嘛知影老师佫有甲写几落条歌对吼，是我足诚意讲诶。你像讲来去阿里山即落歌吼，咱咧讲山内歌曲诶迄种气味，啊，这敢是就是你针对伊设计啊？无毋对，这首歌是伊伫迄个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拿到这个奖项之后，我设计要互伊唱的一首国台语混合的一个较新潮的台语歌。当初设计就是讲，伊对上海来嘛，那在台湾的名胜旅游的时阵，拄好去阿里山看到日出，甚至讲拄到咱原住民那个融合度，我觉得那个反差也很有趣。伊讲国语咱家讲台语有当时伊佫讲台语换咱讲国语，就是安尼穿插的时阵那个有一种很微妙的融合，又配合上我甲迄个那豌豆咿呀那呀嘿高山青，把它融进去。所以我迄个 demo 做起来是其实有小可较电音的感觉，不要把迄个电音的元素摕掉，变做较印象派、较 new age 的感觉，但还是蛮有节奏感的。那这首歌虽然不是讲传唱度真高，但是伊是蛮具有欣赏性的，欣赏迄款型的歌。迄一个听，真正郭正头拄仔咧讲，多利亚莎伊对上海来迄个背景，是来唱这个对答啊。对，老师这是量身定做。对，老师我知影讲近来吼，尾落尾手你甲菲姐、王菲吼。嘛合作袂少，是。你原来有真济伊真好听的作品是你家写吼。本来是当时要嫁，即摆是真正要嫁，你结果嘛佫有歌通好唱，有写迄个戏吼，特别咱咧要互伊唱出当要嫁的心声。敢袂当原来甲阮小讲一个戏2个喜连起来双喜。其实这首歌后边背景是拄好我和我太太拄要结婚进前，我的心声。甲写出来了后，其实阮的结婚的迄个典礼上面，我嘛亲自演唱这首歌。听讲下面哭成一团，因为我有把迄个歌词拍出来嘛，现场自弹自唱的那个感染力其实是很强的。又加上我个形容嘛，我形容亲自演唱所以。就是一个蛮贴合那个场合这首歌黄菲菲姐伊在配唱的时阵，据制作人告诉我，伊唱到后边上尾句的时阵，唱几遍才落好，因为太感动爸母请放心，慢慢将阮手来放，就是迄个画面就是。请放心，把我的手放开吧，我会跟你行，迄种感觉所以讲，这个歌让黄菲菲姐这么有实力的歌手听到，都有这个感动的时候，我相信伊唱出来嘛有法度感动足侪人的，所以是这个机缘，到尾这条福气嘛是，福气的角度是一个。虽然咱毋是甘着一个金汤匙，我想要甲金汤匙这3字写入歌，所以讲有当时福气是一个缘分，你要去准备，毋是讲你天生你含着金汤匙，你福气就会降临，我想要讲的后边的背景是安尼。听你的歌翁仔某本来要冤家，即摆感情拢变了加真好咧。歌写好，迄一时间的感动，重新经过音响，将音乐迄1秒钟留落来，所有要传达的意思，搁再转来到咱的面头前。老师今日甲阮开讲，佫真正足诚意，足感谢，嘛甲你学真济，佫足感动。我要拜托老师，甲全世界电影明星共款，伫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印一个。互阮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谢谢。
对，现在老师来，好，看着你飞过一山又一山，老师请坐，好，请坐。谢谢。老师多谢你。人生就是一直在咧创作，过咱的人生这条路，我相信讲观众朋友甲各种共款。你今仔日甲阮教，你今日传染互阮的感动，阮会安尼继续保持伫未来的人生路，甲你学习。亲像你安尼将所有目睭、耳孔每一个感官拢甲拍开，对人生更较认真。是，老师多谢你。谢谢，谢谢国珍。多谢老师，心所爱的歌会再过来开讲。老师，我头拄仔咧讲吼，钢琴